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 Sylvia Wong 啊，加拿大地產經紀 License Alberta 同埋 BC。今日咧即係應客戶啲要求啦，咁成日都問起保險啦，咁點解要檢查下保險？你買咗間屋嘅保險嗰保險嘅內容係咩？點解咁重要咧？因為每一年你查下你間屋嘅保險嗰個政策，對於確保即係睇下你嗰個保險嘅範圍啦，考慮變化或者最大嘅限度可以慳錢。係一定係最重要嘅，應該係包括一啲重大嘅更新，例如房屋嘅裝修啦，有冇 home office 嘅業務啦，同埋一啲購買一啲好大件嘅嘢啊咁防止保險嘅範圍出現咗一個缺口，評估你嘅免賠額或者係檢查本公司提供嘅新嘅折扣，又或者計劃可以幫助降低你嘅成本。如果你嘅保費係增加咗，咁考慮下等你嘅經紀去探索，去睇下有冇一個更好嘅選擇。另外安排一啲嘅貴重嘅物品，呢個提供係一個超額或者超出即係嗰個標準保單嘅限額嘅保護咧，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咁定期去檢查下你當時嗰個保單啦，係絕對係令到你高枕無憂，同長遠考慮咧係可以慳到好多錢嘅。所以每年 review 下咧，絕對係一件好事，值得去做嘅事。如果你中意我嘅視頻，subscribe 我嘅視頻同埋俾個 like，多謝大家嘅觀看，下次再見。